你知唔知澳門有個食買玩嘅好地方？不過咧，淨係限定星期六日夜晚嘅咋，就係康公夜市啦！澳門作為創意城市、美食之都，夜市又點會只係夜市咁簡單啊？今日我都好有創意，一路行一路進行 emoji challenge， 就睇下 Kman 哥哥可以捕捉到啲咩表情啦！你哋唔准出圖啊！唔該。今日最有 feel 嘅嘢食咧就係海鮮，因為全部都超級大隻。如果想好似我咁樣又玩又食嘅話，就快啲嚟澳門康公